大家好，我係阿馬。我哋今次會去東京同成田旅行，連續咧會出幾條影片，介紹一下東京有咩吃喝玩樂嘅地方。今次主要咧撇除咗一啲第一次去東京要玩嘅大景點，或者一啲咧必去嘅景點之外咧，我哋會介紹一啲可能幫到你又精彩又好玩嘅二次選擇，又會試一下一啲餐廳嘅水準。如果想睇翻一啲東京一定要去嘅大景點，可以留意翻我哋之前嘅東京河口湖系列影片。我哋今次會分地區性去介紹，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嗰區咧有咩玩有咩食，自己可以組合點樣分析你個行程。另外咧，大家成日講嘅成田機場，原來成田站周邊咧有好多嘢玩，有表參道嘅商店街，去到神社、老字號嘅鰻魚飯等等。今集我哋會去到川越呢個地方，成個行程喺市區都係一啲購物、時尚集中嘅城市體驗。而川越呢個地方呢，係喺池袋站，大約搭半個鐘嘅車程呢就會去到㗎喇。係東京比較近郊嘅地區，由熱鬧嘅城市去到古色古香、江戶時代感覺嘅街道。我哋會行下商店街，沿路呢有好多嘢賣，手信、小食、餐廳等等，帶大家去睇下先。大家睇緊嘅係阿米日常，記得 comment like、subscribe、訂閱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同埋 follow 埋我哋 Facebook、Instagram。大家留意，我哋已經開咗 Facebook，入邊有最新嘅資訊，記得 follow 我哋 Facebook，仲有 Instagram 啊。川越係好出名食鰻魚飯㗎，但因為太多人介紹呢，我哋最後決定食其他嘢，而且最後2日嘅行程，我哋會去到成田嗰度呢，亦都係出名食鰻魚飯啊！我哋決定去到嗰度先會食嘅，而食鰻魚飯嘅位置會係最近行程嘅起點，因為我哋唔食嘅話，就決定先去咗最遠嘅景點，由遠至近咁樣玩法。好快講一講我哋今日嘅行程會係咁樣安排嘅，俾大家有一個概念。先去咗川越站，再坐巴士去到最遠嘅川越冰川神社，再行下抗造老街，一個江戶時代嘅商店街嚟㗎。我哋會喺呢度食埋嘢，再去大正浪漫夢通睇下鰻魚飯嘅位置。我哋喺池袋站東武百貨嗰一邊呢，有一個 centre 㗎。呢個位置呢，我哋買個川越周遊券，係1050 yen。川越周遊券係喺1日內咧可以包咗搭唔同類型嘅車㗎，佢亦都同時咧會俾個資訊嘅小冊子你。呢份嘢咧都好清楚，有好多資訊喺入邊㗎，大家記住要參考呢個小冊子。呢個就係去川越鐵路嘅資訊，唔同車嘅時間咧都會唔同㗎，因為每個時段咧都有唔同嘅列車班次會去嘅，所以大家揀翻適合你嘅時間嘅列車上車。買完周遊券呢，我哋喺左手邊呢度入閘，見到咧隔離有間房㗎，只要俾張卡咧，職員咧就可以過到去㗎啦，係唔需要喺閘機入閘嘅。只係搭咗半個鐘左右啫，我哋就去到川越站啦。我哋出東口，迎住咧係有間 Starbucks 㗎。當去到川越，其實咧需要搭一架巴士咧去到遊覽嘅位置㗎。川越周遊券咧亦都係包埋嘅，但如果你唔搭巴士行過去嘅話咧，都需要超過15分鐘嘅路程㗎。巴士去唔同嘅地方路線咧，小冊子咧亦都有寫明㗎。出到站出邊，其實咧有唔同嘅樓梯或者扶手電梯落去下一層。下一層咧就係巴士總站嚟嘅，你要按翻自己去唔同嘅地方巴士路線咧而落去巴士站嘅。我哋決定去到最遠嘅川越冰川神社，係搭7號車嘅。我哋落去呢邊，大約係搭咗20分鐘去到川越冰川神社。大家預計咧巴士咧會比較耐啊，同埋會開得比較慢嘅。落到車已經去到川越冰川神社嘅門口啊！一入到去出邊咧，已經有一個好大嘅鳥居啊，好靚㗎，亦都咧有唔同嘅道具俾你揸住去影相。有好多人咧都租和服嚟着㗎。我哋再睇下神社入邊，入到去咧會見到呢個手水蛇啊，作用咧係淨化我哋嘅身心。旅客都可以購買唔同款式嘅御守，而呢度咧亦都有得釣唔同款式嘅釣魚籤，每個顏色嘅釣魚咧代表祈求唔同嘅嘢㗎。入邊有張紙就好似求籤咁樣，有一個解說係運程會係點樣咁㗎。最後咧會掛喺呢個地方，入邊咧亦都有好多祈求嘅繪馬。
之後我哋會去返抗造老街嗰邊，其實好多景點餐廳咧都會喺嗰度㗎。我哋選擇行過去，大約係10分鐘左右嘅啫，因為等車又或者車程咧都要一啲時間㗎。有好多唔同嘅嘢食，拉麵，好多嘅小食，番薯片，又有人力車。因為鰻魚飯咧真係嚟到川渝嘅人咧好多都會介紹啊。今日我哋主要食下街邊小食同埋其他嘅餐廳。喺抗造老街入咗去一間食烏冬嘅叫做金苗，其實咧佢有2個門口㗎。而家見到呢個門口就喺大街嗰度，隔離巷仔咧亦都有一個門口入餐廳。一入鋪頭就係賣一啲醬油，再入去係一間專門食烏冬嘅餐廳。我哋就坐喺窗邊嗰度望出去咧，係一個庭園嚟㗎，都幾舒服。有啲炸物嘅烏冬、湯烏冬同撈烏冬，或者牛肉飯加烏冬、天婦羅烏冬咁樣。去到最後甜品都有，我哋就要咗一個天婦羅烏冬同埋一個豬肉飯加烏冬，2個咧都係1690 yen。天婦羅烏冬餐有一個烏冬，同埋一碗天婦羅，仲有啲青瓜、蘿蔔絲同埋葉菜。烏冬都幾粗，好彈牙。個湯呢就係一啲醬油湯嚟嘅，都幾好食。天婦羅有矮瓜2片，另外呢有一個好似蔬菜餅咁樣，有唔同嘅蔬菜。最緊要呢係呢度最出名嘅番薯啊，都喺入邊。有隻細細地嘅蝦，天婦羅呢都炸得唔錯，唔會話好油膩嘅。加咗番薯呢，口感就更加好。下低咧就見到有啲飯嘅，再睇埋豬肉飯加烏冬，豬肉咧都好厚啊，上邊有一大片㗎，咬落去其實幾似梅菜扣肉嗰塊豬肉咁樣，因為上邊咧有一大塊肥膏啊，都幾香口嘅，連埋飯食同埋京葱絲食咧係幾唔錯。抗造老街係江戶時代感覺嘅街道嚟㗎。我哋行前多幾步，轉右手邊，就會見到川渝裏面咧一個好出名叫做時之鐘嘅景點，望上去咧係有幾層樓高㗎，有成400年嘅歷史，亦都有個牌寫住佢每一日咧會敲4次鐘嘅時間。嚟到川渝，你會見到好多食物咧都由番薯去整㗎。呢間人氣店叫做小江戶。係將一個煨熟咗嘅番薯上高咧，再加一劈燒溶咗嘅吉士醬啊！呢個食法咧真係未食過啊！另外，我見到佢仲有一個綠茶嘅味道，但真係食唔到咁多嘢啊！我都好想試下。其實咧就咁煨番薯咧已經燒得好好食啊，係好香㗎。再加埋個吉士醬咧，就係另外一個感覺。呢個係650 yen。鋪嘅隔離咧有啲座位俾你坐住喺度食㗎，你食完之後咧亦都可以喺度抌埋垃圾都得。沿路咧有好多衫賣，亦都有啲生活物品、手信、食物等等。之後我哋睇咗呢間龍貓嘅鋪頭，入邊有好多精品、公仔同埋手信。喺隔離咧就係 Miffy 嘅鋪頭啊，分開兩邊嘅，右手邊係 Miffy 嘅麵包店，亦都有啲精品。另外嗰邊咧主要就係賣 Miffy 各樣嘅物品。另外見到 Snoopy 嘅鋪頭，入邊無論係手信、毛公仔同埋一啲食物都係好靚啊！最後我哋就行到大正龍鰻夢通，係好多食鰻魚飯嘅地區。川渝咧亦都係一個好出名食鰻魚飯嘅地方。最出名嘅鰻魚飯店林屋係一間100年嘅老店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鋪頭咧都係食鰻魚飯㗎。林屋隔離咧就係川渝嘅觀光所，大家可以喺呢度咧攞翻一啲旅遊嘅資訊嘅。另外咧附近仲有一間叫做小川谷㗎，亦都係一間好出名嘅鰻魚飯店。最後俾啲時間參考大家，我哋係由12點半由川渝站開始玩到5點，11月頭咧4至5點咧已經入黑㗎啦，而且4點左右啲鋪頭咧就開始閂門。如果按照我哋呢個行程玩，預留5至6個鐘玩咧就可以輕鬆啲同埋全面啲。
好啦，今日我哋去完川越之後呢，如果未嚟過嘅朋友都好值得去啊！喺成個東京嘅城市行程裏面呢，去到一個古色古香日本江戶年代嘅商店街啊，街道好特色之餘，兩邊嘅商店呢亦都好多嘢賣同埋小食啊，個感覺同城市係好兩極㗎，俾成個行程呢有唔同嘅體驗。希望大家中意我呢條片嘅分享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！記得 comment like and share。記得一定要 subscribe 訂閱，我哋希望得到你嘅支持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同埋 follow 埋我哋 Facebook、Instagram。拜拜。